大家好，我是嘉义人哦，我是伫咧嘉义的国际会活水教会主会。我第一本来袂做恁等的吼，做欢喜来遮分享我的见证吼。我几年前我来这个教会过，来参加迄个正念甲地灵的训练，今日伫遮过来到教会，足欢喜的。我来遮要来分享我的生命的故事。分享我写的诗歌，来遮来讲讲耶稣来甲耶稣伫阮兜，伫我生命所做所有的遐足奇妙的代志。阮厝吼，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吼，阮厝从细汉就信吼迄个传统的宗教，我就是小妹吼。从细汉阮爸母对阮足好个，阮一个足充满爱迄个环境。我从细汉就足喜欢音乐，我小4年时就开始会晓作词作曲，就会晓写一寡足简单的旋律甲文字，我就足欢喜，就足喜欢的。伫国中3年的时阵，听做阮头有就是征稿迄个毕业歌曲，我甲阮大母就做写一首歌，毕业的歌，就投稿。学校开出来，我足欢喜的。迄当的迄个毕业班，我来唱一条毕业歌曲，开出来，所以这样子就获得一些成就感吼。就陆陆续续就开始一些创作，对高中、对大学、对毕业，后来然后拢一直有一寡创作吼。毋过一直到阮太太，阮第一届有生的时阵，我就搁写歌。写到无搁写歌，这就是今仔我要分享的故事吼。其实要将家己经历过遮个痛苦的代志吼做分享，其实是一件对阮来讲是足失望的代志。毋过感谢上帝吼，我感觉阮的见证会使当做别人的安慰，甲别人的祝福。我感觉我就是应该来做这个分享，将这个上帝对阮的听一项讲好，当变成别人的安慰甲祝福。阮太太，阮太太拢有怀过4生孕吼，可是我们只有2个小孩子而已。我第一个囡仔伫咧差不多3、4个月的时阵，伊腹肚内就讲，就是有一寡原因吼，医生就讲要将囡仔摕掉，我就将囡仔摕掉。第二个囡仔出世3个月，嘛过身去了，嘛过身去啊。第三个囡仔，第三届怀孕的时阵，其实产前拢足顺利的，毋过就是伫咧生的时阵，就胎盘早期剥落，然后囡仔伫咧腹肚内就严重缺氧吼。生出来，住伫咧即个世间2冬，毋过伊是变成一个植物人，伊是完全无法度，就是变成一个植物人。这2冬差不多伫咧住伫咧病院的小交病房。2冬了后，伊嘛是就回天家了。我永远放袂记，我当阵第三个囡仔病院打电话来讲，这个囡仔绝对袂使啦，叫我同老某紧去病院，我就叫太太去病院，我就将这个囡仔抱来。这个囡仔已经过身去啦，毋过身躯佫小可烧烧。我永远放袂记，就是我对交病房，互这个囡仔要去殡仪馆的这个路程过程当中，我心实在是非常的痛，非常的感动吼。我想讲，我要失去我的囡仔，我要失去我的囡仔。对迄后阵开始，我就将家己完全拢封闭起来，差不多5冬的时间，我将完全家己完全关起来吼。不管是亲戚朋友不管是同学我拢甲伊断咯。所有人的安慰，我对我来讲拢一点仔帮助拢无。我想大家嘛毋知要甲我讲啥物，伊若想过3届安尼吼，嘛咧煞短期间3届拢无，囡仔拢无去。像阵我记有一届我去餐厅，我全家去餐厅食饭，入去餐厅内底，我入去看到一个13个人，
我就马上拔头就走，就敢逃离安尼吼，因为我现在有迄个勇气吼去面对熟悉哦。啊，佫有一摆伫咧特里换里面，去我感觉去特里看到咱病院的同事，我嘛惊避开，敢若差咧比警察共款，我紧避开。我实在是了做实在是，毋知要安怎去面对这个熟悉哦。所以我朋友一个就甲我无联络吼，我讲卖做无讲啊，因为我实在毋知要面对伊，所以迄段时间，我感觉讲，我早醒起来看日头佫偌赤尔，我心拢是悲伤的，我感觉哇，这个世界就是充满安尼乌白安尼。啊，一天过一天，我拢感觉。遐自我佫毋是比较大吼，我是后来较受洗吼。我遐自我感觉讲，这个世界末日吼紧来。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在啦，我讲世界末日赶快。我感觉遐自我是敢行尸走肉吼，啊过一天日子，一天过一天，我也知影讲，佫衰去，要安怎过日子吼，要安怎佫活落去，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要佫活落去。所以啊，感谢主吼，我有迄个第四度怀孕。这第四度怀孕嘛，是我女儿怀孕了，就是意外怀孕。我会记有一天暗时啊，我对诊所下班转来，暗时啊转来，啊入去房间，啊，阮太太了做伊个浴室咧洗衣服，我听着伊一边咧洗衣服，一边咧哭。一边讲伊要从囡仔摕掉，伊讲伊要从囡仔摕掉，伊毋甲我转，伊就一边洗衣服一边哭安尼。我听者，我想，我想做讲，袂使咧嘛，袂使从囡仔摕掉。啊，就阮太太已经当阵已经有去教会啊，我有紧敲电话去教会，我敲电话去教电讲使马上出来嘛。啊，阮太太来讲吼，莫从囡仔摕掉，使从即个囡仔。生落安尼，感谢主吼，阮遐阵教会足济，就是我姊妹来厝诶，牧师还有孙女来厝诶，关心阮吼，啊，阮就感谢主，阮的第四度怀孕的第一个女儿，感谢主，这囡仔真正是上帝我的题材吼，我感觉有这囡仔生活都无共款，来传去。阮太第五度怀孕，因为阮大女讲她想要一个弟弟或是妹妹，啊，所以讲好啦，其实我毋敢搁生吼，啊，毋过伊安尼讲我是第五度怀孕，啊，第五度怀孕吼，即个囡仔生来第一天，就送比较去看医院，因为伊梁素无力，然后手脚都。没有活动力，就是没有什么活动力。啊，迄个妇产科医师感觉无啥对，我就把伊叫伊送，就是伊叫我请送去医院，然后就到一个月去照顾。啊，这个囡仔真特别殊个，这个囡仔开过3摆大刀吼，啊，做出个检查，啊，搁就检查出来，检查袂出来到底啥物，啊，过就是两起啊，就是佫无啥物力安尼吼。啊，就是伫这个时阵吼，我就阮太太讲，啊你敢要跟伊教会？你敢要跟伊教会？你安尼你敢要跟伊教会？啊，我太太伊就做信心，伊就讲吼，爸，我要继续去教会，我要继续去教会。啊，就是伊就传两个囡仔继续逐礼拜去教会。啊，我无去教会，我就是外口落来做我的代志，我嘛无想要去教会，啊，伊就选择来教会。我即摆是要请阮太太来分享伊这段时间的见证。我细汉的时阵，就我接受教会，因为我的大妈甲我阿舅，因拢是基督徒。所以我若转去我大妈的厝的时阵，我就会含去做礼拜。啊，搁我迄时阵拢无想讲我要去信耶稣，毋知影讲信耶稣遐尼好。啊，搁我阿母
讲我有生啊一个囝，我失去3个囡仔。其实我迄阵想，我即摆想起来，我嘛是搁足心痛。我迄阵失去第一个囡仔时阵，我心足艰苦的。我嘛是正常是上班，正常生活，别人看袂出来。我感觉我心足艰苦，我感觉做毋甘，我迄摕掉迄个囡仔。所以我有当时放袂之时，我就想讲，这是要安怎解决？人去扫骹菜去掠掠讲，我若安尼挂落，是毋是就解决啦？后来第二届有生我的囡仔早产，入去交病房的时阵，我逐工起来看。看有诶时阵，因为是医生甲阮建议讲，去台北接受治疗，看会当借着手术，会当互即个囡仔较好无？所以我就坐救护车去台北医总，搁入去住交病房。我逐工就是守伫交病房外口。逐工会计时间到的时阵，我就是入去。我入去就创啥物？我就是倒卫生有2个工，我就手揪入去，甲我囡仔抱起来，安尼抱1点钟。所以迄时阵伫内底护士可能嘛拢做同情我的，所以我伫内底时间会计时间拢比别人较久。1个月结束了后，检查1个月，做一寡检查，医生讲即个囡仔情况诚无好，手术嘛对伊无啥帮助。所以我就搁甲囡仔载倒来，迄阵囡仔因为喘气无啥有法度，所以拢有戴氧气，我就戴氧气，搁囡仔抱倒来。搁过1个月，迄个囡仔嘛是因为家己无喘气，就过身去啦。所以第3届有生的时阵，阮2个就做细姨的，阮就伫产检的时阵，阮就医生就甲阮建议讲要做羊膜穿刺，阮就做。伊做一寡检查，医生嘛拢讲做正常的。哪会知影讲要生的时阵，嘛是搁出问题。我知影我入去上班的时阵，囡仔生落来无哭，无听到囡仔咧哭。我想我心里敢有奇怪，我嘛足惊。我刚知影讲迄阵医生有急救吼，甲囡仔紧送叫小儿科来急救。我就甲我送入去回头室，我就倒伫门床。我就想讲哪会安尼？我一直想无讲谁哪会安尼，谁哪会安尼？阮医生毋敢入来甲我讲，伊伫外口，医生甲伊解释，伊伫外口咧哭，伊毋敢入来甲我讲。我迄阵倒伫门床，我想讲奇怪，因为我即段时间，我迄阵毋捌耶稣，所以我一直拜，我去庙拜拜。我抄一寡经文，阮同事甲我讲抄经文，我就抄经文。讲食菜，我就讲好，我食菜。所以我即段时间我做一寡遮，我想讲会当做人讲因讲的讲要做公益，我平安生一个囡仔出来。我到时阵，这时阵哪会搁拄着即款代志？我实在无法度接受。我会记得我倒伫迄阵，倒伫门床的时阵，我就甲对着天天讲，我搁要甲恁拜下恁遮的魔鬼。我可能甲边仔有爽惊着，因拢安尼看，毋敢过来甲我讲话，就是阮家己的。其实我是恁的弟弟，我所拜的偶像哦。尾啊，我就甲医生讲我要出院，医生甲我讲林太太，因为你是胎盘早期剥离，可能会大出血哦，所以我要建议你留伫病院检查，留伫病院看观察呢。毋过我袂，我迄阵真正真事做无法度，我真正挡袂牢，我足艰苦，我嘛无法度知影发泄，所以我讲我袂过嚟病院，我伫即个病院我会足艰苦的，我要转去，我就转去，我就甲我妈讲，我逐工要去看我的囡仔，会计时间2摆，我2摆拢要去，所以我为人拢做无好势，我妈嘛看我安尼，一个要死要活安尼吼，伊嘛毋敢甲我反对，伊就安尼甲我载去，我就逐工来去看我的囡仔。你来讲实的，我真正是，毋是一个这好的妈妈。迄时阵真正足偏欠的，我感觉做对不起我妈妈，因为伊帮我做实在未来，过伊拢教我要做阿嬷。我嘛做对不起阮阿姆三，因为我感觉，我拢无法度生一个健康的囡仔，所以伊一定对我有脉络。迄时我就来讲，我要为伊论，因为我感觉情绪做无法度控制，我感觉我迄阵做真心的。所以足可怜的，伊毋知要安怎。伊甲讲，我已经失去你啦，你敢叫我失去你吗？我两个当伊流目屎，毋知要安怎。即段做回来时间，我妈妈去啉啤酒，我有一个阿姨是基督徒，就甲阮妈妈讲，
伊知我真灵，伊就讲啊无何卫生，带卫生去教会啊。我嘛想讲，嘛是会使，啊，就等下甲我讲。我听到的时阵，我嘛无啥物反应，是阮爸爸伫边仔讲一句话，我感觉会当，因为阮爸爸讲，啊，身边遐济尊，你拜袂完啊，啊无你去信耶稣。我听甲对哦，我拜遐济尊，我若无想讲要行去教会拜耶稣安尼，啊，所以我就讲好，我要去，啊，叫过两工，我嘛就交早去教会，是因为迄过两工暗时是阮教会有一个祈祷会。啊，所以我就因搁咧做伙，所以我就包甲规个安尼，啊，我嘛就早去祈祷会，啊，我坐落开始唱诗歌，我就开始流目屎。啊，我毋知唱啥物，我嘛毋知牧师咧讲啥物，我嘛毋知咧祈祷啥物，我敢知我一直哭，祈祷会点偌久，我敢伊流目屎，一直哭安尼。啊，祈祷会结束了后，一寡牧师搁来弟兄会来甲我祈祷，啊，我就大喊，毋知要安怎，我感觉足奇怪，哪一直哭安尼。啊，哭，我感觉足轻松诶。我当下就甲阮翁讲，我感觉袂歹呢，这个信仰袂歹呢，我感觉去遐足轻松诶。啊，伊听着安尼，会当互我转变我家己诶意念吼，莫吵我要含离婚吼，伊讲好，你紧去安尼。我迄时阵想讲，我若无实在耶稣，我会变安怎？我感觉伊一定上好咧，因为我全部情绪拢会等互伊，啊，伊会一直忍耐。我讲无一定，我无一定做，我就生着我两个宝贝女儿。我迄阵心拢是乌的，我感觉那石头仔是石头仔缀伫我的心，缀伫我的伤口，喘气拢是艰苦的。啊，毋过我实在耶稣了后，这黑暗的内底哪有小一点点仔光出来啦？我感觉有一寡茫安尼。过来2档的时间，我的囡仔2档，我嘛是爱逐工起来看。啊，我过来有法做梦，因为我逐工去我会当祈祷，我就祈祷讲，主耶稣啊，你互伊好起来，主耶稣求你互伊好起来。迄时阵我有兄弟姊妹甲我讲，啊，因为囡仔足严重诶，搁规个脑死，所以讲你妈咧祈祷，因为伊去上帝遐做好诶。啊，毋过我放袂落，我身躯放袂落，伊嘛当我放袂落。所以，毋过会祈祷讲，主耶稣，你互我诶囡仔好起来，你互我诶囡仔好起来。啊，这中间因为我大汉查某囝出事啦。所以有互我一寡安慰，互我家人有一寡安慰，所以我甲豆豆放落，我就甲伊讲，我感觉我准备好啊，我感觉上帝可能会来接你。迄讲我来讲迄讲暗时，教爸嘛就敲电话来甲我讲，囡仔一寡器官吼拢开始衰竭，数据拢开始下降，叫我好做准备啊。即摆想起来，其实嘛是这艰苦做毋甘的。啊，毋过我即摆活咧望，因为我知影上帝爱我，我知影主耶稣爱我，伊就是要祝福我。我未来的人生是有望，是精彩的。所以即摆我即摆心内一定毋是充满黑暗，我即摆心内是充满蓝天、白云、青草地。我来唱条歌叫做《归有主的天》。
我要静静地听，用心情照听，听马轻轻叫行入的声。我要大声宣告，搁大声来唱，唱出自对我无力的疼。我要紧紧放落，忧愁甲烦恼，付出大心内我有平安。我要大有信心，用心的开来，变是像一只鹰飞入无主的天。一直到民国96年，音乐可以停掉了。一直到民国96年，阮教会有举办一个羽毛球的比赛。迄阵阵我阁未受洗，我是一个慕道友。然后现在礼拜日会去教会会吼。迄阵阵有一本做畅销的小说，叫做《达文西密码》，你知影有看过无？《达文西密码》。迄阵阵我看了这本册，我就对这个信仰有足侪疑问。我记迄阵阵我就伫咧那个羽毛球那个赛场外面吼，搞无顺利，我就问无顺利足侪有关这个基督信仰的疑问。啊，我无顺利嘛，做耐心，伊就其他慢慢甲我回答。啊，尾二讲我就伫遐传播，我就讲达文西密码里写的内容，我就来传播。啊，我顺便讲我传嘛，伊就来讲吼，无安尼好无？你就
先把耶稣邀请进你的心中，住一段时间。啊，你也感觉讲你无介意，你较从这个耶稣好请出去好。啊，感谢主吼，我即句话我听入来，我就从耶稣请入来我的心内面。安尼就嘛经过12天安尼，我无从耶稣要请出去。我不止我信耶稣，我要伫教会服侍，已经12天啊。啊，行过遮尔济遮尔悲伤的遭遇吼，我感觉敢死亡吼，死亡一直对着我，因为我爸爸妈妈，我做少年时候，我爸爸妈妈过身去啊。我妈妈伫我大三的时过身，我爸爸是我退伍的当过身。我到后壁拄着遮尔济代志吼，感谢主的恩典吼。信主了，我就开始搁定下来写歌，写诗歌吼，一首一首的写诗歌。我学过啥物乐器吼，但是上帝使用我，伊互我音乐的迄个恩赐吼，我就开始写歌。我上帝互我写歌，伊最大的用意就是，伊咧借着我家己写的诗歌来安慰我家己，坚固我家己，互我在预备的祈祷当中，信心一届做预备的团队，互我这千疮百孔，对伤人的内心都有医治，都有安慰吼。在民国104年底，我第3张诗歌专辑就进来，正式发行吼。我伫咧教会做一个诗歌见证的分享。啊，诗歌见证分享我就去病院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我感觉胃怪怪，我去做胃镜的检查。我的医生发现讲我的胃伫迄个食道到胃迄个喷门的所在有一条小小的肿瘤吼。伊咧检查时讲，哇，这个所在可能爱从胃给摕掉，讲这个所在从爱手术，爱从胃个割掉。我听一个，哇，这小小的一个肿瘤，是安怎爱动安尼到快大手术，我就紧搁走去别个病院找第二医生做迄个检查吼。啊，感谢主，我会去第二个病院做一个做片的外科医生，伊讲这个足简单，做2日将迄条破掉，啊，手术结束，讲破掉你就落去啊。我听着我就做有心的，我也去这个病院做手术。啊，其实手术的过程其实足成功的啦。我伫伫手术房等外钟就手术结束了吼。我出来活动咧，出来陪伴，开始就开始安尼讲听。我感觉足奇怪，是安怎讲？那当时手术了，一工是一工还袂听着，我是一工较听，而且我有注意迄个止痛的作用。啊，奇怪，我若看我若一工是一工听，我就后事讲啊，我惊痛，伊讲我惊痛，所以我才会安尼。我感觉毋对，你做足痛咧，我足痛。我过开始食过几啊工，我都一直静下，你知影？我都规个肿胀起来。我是先发现讲，毋对哦，你敢有对哦？紧落来做检查，才发现我的胃吼，伊种就是伊种甜啊无啊啥吼，泡一空，泡一空。所食的物件对伊空，然后规法都是，我是长东西啊。我就引起严重的腹膜炎、合并败血症。我的心就紧落啊杀入病房，杀入手术房。第头一个大车，到杀入，到手术台，从我到重新化开，从胃啦、小肠、大肠拢摕出来洗，到缝起来。然后我这个手术房的时候，我不是拢是讲，就是我手术房了后，我就医生讲困无，家己讲，叫我做早动，困无工。我精神我知讲，我规身我就讲，如果放了插管，要保呼吸嘛，就插管，那个引流管，规身讲是引流管，像我倒来有遐脏东西，引流出来，规拢是引流管，我倒几啊条引流管。搁尿管，搁想讲最重要是胃食管，因为我无做啥物件，伊就对迄个腹肚拍一空，对一条管
讲，剩伊去12场，就对迄个冠军，我以后从冠军比较多哩安尼。这段时间吼，体育是拢无，这种我这段时间咧有重大伤病，其实你看重大伤病法咧怎样，就是插管。但健保规定插管21天就可以违反重大伤病，我插管插了29天，插管是插咧，那个喉咙里面要插管。我有一摆我做住伫咧后面嘛，想讲平带阮两个囡仔来病院看嘛。我可以想象，因为我那样子手术时来讲，头一礼拜就在等厝的，结果不止无等伊，伊咧看时我拄一个交病，全身插满管子，我说病危当中，我想我早间看到我已经足惊的啊！我心内看着来看，我做唔甘的，我就离开目屎，我就讲话，因为插管我就讲话。为了这样子在交病做了蛮长的时间，然后又出来勉强，后来出来普通病房，出来普通病房才是梦魇的开始。我出来普通病房，我就是无度，我太无度，伊都叫啥我。尾啊，有一天我就感觉足艰苦，我感觉我这边输袂空气，我这边输袂空，我感觉我这边欠伊。我当来讲吼，我就会生气，因为我感觉我输袂空，我浑身不舒服，我就来交代医院，我就来交代公司囡仔拜托你照顾一下，我就讲了，我就回去，回去了我就讲上日头的，不上日头的。就是这时阵吼，阮教会牧师就发动全教会的敬车祈祷，伫咧我拜讲有一个神迹祷告会吼，迄神迹祷告会迄个暗时，阮教会就牧师就，阮孩子讲，迄个暗时就是为我祈祷，所以讲，我是事后听讲，做一人哭，为我的病情祈祷安尼。感谢神吼，我讲是逐个祈祷，感谢上帝，从我从困难反正又救了回来。出院，我住2个月，我出院了后，佫进入另外一波的考验吼。因为我无食物件嘛，恁家想看嘛？我肚枵袂使随时食物件，喙焦袂使啉水，你这物感觉？我种钱都袂够苦的，我拢嘴巴肚灌入去，过几支物件，不要灌进去，刚灌2盖，2盖灌了我很不舒服，因为灌了物件就浑身不舒服了，就提到塞。那个就是刚才灌2盖，一直在广播，反正无游泳嘛，伊段时间，就是我交病，我等来看。尾啊，就是安尼，差不多几啊个7、8个月、9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的肉体饱受煎熬吼，不止肉体饱受煎熬，我身心灵俱疲。遐阵就感觉讲，哇，这足痛苦的，代表嘛，精神胃遐好，胃拢就是袂好，因为我插引流管，就是逐工咧看迄个引流法则嘛，决定讲你到底胃好袂好。只要能够有物件流出，你表示讲你胃好袂好。所以逐工就看迄个物件，内面造出来物件，这样吃完的。这段时间足痛苦的，我医生讲吼，医生感觉讲，哇，你安尼看到袂好，讲袂好就是安怎，就是这我咧灌痰，我在打灌痰。遐阵我尾出40公斤，我生出40公斤。这时阵佫无好吼，要穿这衫是我无顺的吼。医生讲无，咱肠胃挂掉吼，肠胃挂掉第10到再为12时肠胃可以挂掉安尼。你要食物件是要安尼。后尾我毋敢开刀，我是讲我存了40公斤，开刀了我就死伫个手术台顶管，伊拢无体力啊，都没办法，所以我就继续等待吼。在等待这段日子吼，其实情绪上是很不稳定吼。我跟阮太太结婚20几年吼，
阮两个毋好讲过，毋捌吵过架。啊，我伫咧9个月吼，有一届阮两个大吵一架，应该嘛大吵一，应该是我无理取闹。可是那时阵才是情绪实在是已经歇斯底里了。我跟你讲，已经歇斯底里啊。我当然明白阮太太的压力甲伊辛苦，啊，可伊对我爱甲付出，啊，我就是挡袂牢，迄情绪我挡袂牢。阮太太对神足有信心的，啊，毋过咧靠背时我是足软正的，足负面的，规个脑筋里面都是负面的情绪。我相信我太太也是，心里面是很受苦的。我煞来个唱一条歌叫做《进来》进来，这歌就是讲我想要，就是主要是这歌曲的背景就是那时候我跟我们师母邀请耶稣进来，那一段的经历我要写的时候，就叫做进来。在心的角落，人间窗外空，耶稣用爱填平破口，受伤的心头，曾孤独深重，耶稣的爱让心自由，让耶稣进来。平安进来，倒空自己，让心真实感受，触摸走你的千百忧愁，让耶稣进来，让平安进来。纷乱的心，安息与平分手，主陪你走，生命风浪同走。在心的角落，曾千疮百孔，耶稣用爱填平破口，受伤的心头。曾苦的深重，耶稣的爱让心有着自由，让耶稣进来，让平安进来，倒空自己，让心真实感受，触摸走你的千百忧愁，让耶稣进来，让平安进来，纷乱的心，安息与感受，主陪你走，生命风浪同走。触摸走你的千百忧愁，让耶稣进来，让平安进来，纷乱的心，安息与分手，主陪你走，生命风浪同走。弟兄站起，弟兄，过来会拿起，帮保安找到站好。当我伫咧地上的时候，伫咧人生上黑暗、上绝望的时阵吼，我常常为着
就是伊哩，咱最近就是安尼祈祷吼。我知影讲，我虽然行在流泪谷，我终将有一天要走到全人之地。祈祷是神，互基督徒一个足大的权柄吼。我就是借着即个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来哭，来争论，来讲是安怎你要互即个代志领导我，是安怎你无紧医治我，紧医治我的病，所以一边灌福音，一边祈祷。虽然足济疑问，啊，毋过我家己讲，我相信上帝一定互我一个搁较好的旨意，搁较好的祝福。迄段时间牧师甲无顺常常来厝诶陪伴我吼，当初无顺常啊讲厝诶，我感觉伊讲我足好吼，无顺常讲吼，等我回头再看的时候，会明白上帝给的是一个专属于我，只有我能得到的恩典。没有神的允许，所有这些苦难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是神很奇妙的智慧，使用我人生的苦难来使我的信心更坚强，甩掉了我很命苦的咒诅。感谢神哦！哥林多后书1章4节的座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就学习正面看待我的在所有的患难，检查我随有在苦难的原因，但是在搁浅中，我仰望隧道后那位明亮晨曦，刚表示我找到了神自己。我相信被熬炼后所绽放的这些生命的经历，一定能成为别人的安慰及力量。感谢神，我发明了神就足奇妙，就我连续第2个月、第2、3个月时间，就我10条的台语诗歌吼。我之前拢写国语诗歌，啊，伊即摆伊就互我10首台语诗歌。我相信，不管大风大雨，高山低谷，那个神拢甲咱同在。我发明了，我就对一段经文就特别有感觉哦，就是加拉太书2章24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神吼，阮大家伙仔目前就是教会，有服侍，我是敬拜团的团长，然后阮太太是爱宴的执事，以及负责爱宴的执事。咱团长我家己敬拜主灵吼，属天各个主日学，现在拢要没主日学在。我感觉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有耶稣。伫毋捌神的时阵，咱现在查某囝是有足大的包袱，甲有足大的担当。啊，搁当我明白神的爱了后，捌上帝了后，我感觉伊是我生命当中是一个足水的礼物。我定讲，我定来是讲是做伊老爸。我相信神的使用我这些查某囝，互伊一个精彩的人生，因为伊足侪人会使来认识耶稣。我相信伊是一个神恩典的导管，也是福音的一个导管。感谢主。阮最后时间的关系阮最后阮再来唱一首歌，叫做《咱的主拢看过》。今天的主题吼，真正是这一路行过来，真正是神足看过阮一家伙啊！阮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最后来唱这首歌。咱的主拢看过。过一山又一岭，艰难的代志拢袂煞。我时常泪流祈祷，主伊拢知影。伊讲我目屎像串串珍珠。
你话开主，有时好，有时好，咱的主拢看顾，可咱的背后藏着祝福。我亲爱主，你心爱主。有关山加苦，咱的主拢看顾，主会听话甲我分开。感谢神这一路走来，让我更明白上帝的爱，也更信靠上帝。我不想只是宣称自己有信仰，而是想确认我正用我生命的经历来为信仰做见证，但愿能够引导更多的灵魂来认识神，来走向神，然后一起为天堂而活。我相信，无论大风大雨、高山低谷，咱的主拢看顾。看过一山又一岭。咱的代志拢袂煞，我时常为着祈祷，主你拢知影。你讲我目屎去串心事，行过一天到一日，路途总是坎坎坷坷。是开那山路，主你拢知影。你讲有天路会开那大地岸，我信耶稣。你话开主，有时好，有时。